昨金门是剩11个江船方，伫金门外海有60只嘅回船拢来休困避风台。也毋过，阁有10外只嘅中国渔船，风影遮尔大，阁越界掠鱼。海巡昨暗面对10架风影，嘛阁出海来驱离这越界嘅中国渔船。画面内底飞行机准备要降落，去互风扇一个蛇咧海。要飞到跑道的时阵，毋若无伫咧中心线，其实阁去一边。这只原底要降落伫咧金门机场的飞行机，敢若会当扭起来阁停飞。风台花加沙的威力真惊人。金门22透11级的强阵风，毋若飞行机受到冲击，因为海顶天气歹，有要60只商务货船伫咧金门的外海避风台。有部分的船因为无法度入去厦门拍定的所在，所以紧急申请伫咧金门的海域暂时休伫遐。机场外海这些货船是因为台风的关系，所以这个可能今天就会离开了。台风警报解除，他们就会离开了。不过，金门的风上海域煞出现10外只中国渔船，趁机会下界偷掠鱼啊！风影是真大，民众伫海边就会当看到中国的渔船啊，顶悬插5彩旗，因是赶紧通报海巡，为着要阻挡中国的渔船啊下界掠鱼啊，甲违规点伫遮的商务货船。外口透风落雨，风影阁大，海巡22暗时啊，要是出港去赶赶。这里不是马泊区，请你立即马上起锚离开。金门海巡队181艇在深夜21时50分，顶着10级风浪出港，在金门母语东方海域，冒着恶劣海象，总共驱离10艘大陆籍船舶。金马批分数强烈谴责中国的渔船啊，伫风台内阁透暝下过界来掠鱼啊，毋但真危险，嘛增加救援的难度甲风险。所以会当天气较好，或者是风台过了后，加强处理下界掠鱼啊，或者是违规点伫遮的船啊，来维护咱国海洋的权益甲海域的治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